阿里山管理处为着要推广阿里山的主题旅游，整合家己地区的产业，也个结合着在地发展协会，并希望讲来替咱的台湾的旅游创造更较多竞争力。3月7日，阿里山的烟花季就要正式开始。为着要吸引民众来阿里山，交通部观光局、阿里山国家风景管理处结合在地咖啡茶米业者，配合旅行社甲饭店，希望在目前较无法度出国的这段时间，增加民众来阿里山旅游的意愿。因为疫情的关系，大概不能出国哈。那相信那个国旅的已经很多了。好，据我们统计，大概游客人数比去年大概增加3成左右。大家还是担心疫情没有办法完全恢复到最好的那时候，所以嘛是最需要外围的人去入来咱嘉义县市阿里山遮来佚佗。针对阿管处要增加阿里山旅游的做法，在地社区协会甲产业拢表示真认同。不过，嘛有人认为，目前当着是的国内旅游，总有一天会搁平静落来，嘛要思考未来的规划。在旅游路线上面，可以让游客增加那个消费的那个量的话，或认识更深入一点，我觉得很好，这样对产品是有帮助的。不可能说我们国旅一直在台湾本岛里面一直绕，那之后一定会有一个结束的一天。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囤积够多能量之后，那国外的消费者进来台湾之后呢，把这样的一个完美的或者是规划很好的一个旅游行程推广到其他国家去。旅行社业者表示，阿里山烟花季了后，所来阁有亲像火金菇这种的特色活动，嘛是希望相关单位会当整合观光的资源甲在地产业，替阿里山的区域观光建立会当互相协作的观光产业链。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